手動整 Ether Channel 好危險㗎，俾協議自己傾先係王道。建立 Ether Channel 其實有3種方法，等我哋逐一睇睇啦。第一種係 LACP， 佢係國際通用標準，所有牌子都支援㗎。LACP 有2個模式。Active 會主動出擊 ，Passive 就被動等待。記住啦，兩邊最少要有一個係 Active， 咁先可以連線成功。設定指令好簡單，打 Channel Group 1 Mode，Active 就搞掂。第二種係 PACP， 呢個係 Cisco 獨家專用嘅協議嚟㗎。PACP 嘅主動模式叫 Desirable， 被動就叫做 Auto。設定方法差唔多，指令係 Channel Group 1 Mode Desirable。第三種係手動 Mode On， 冇協商機制，好容易出錯，唔建議用。總括嚟講，強烈建議用 LACP， 因為兼容性最高最好用。最後用 Show Ether Channel Summary 檢查，見到 SU 就代表成功啦。